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Hedy 頻道。今一集咧講嘅咧就係 EV Charger。由於近期嘅能源價格急升啊，望住個油價真係升到離晒大譜啊，令到本人咧踩油門嗰下咧都溫柔咗唔少，直頭聽到咧喺死氣喉度啷啷聲咁跌啲銀仔出嚟啊！由於近期咧都幾多朋友問我關於車叉嘅問題咧，咁咧就特登開一集嚟同大家講解一下，大家要點樣安裝之前要留意咧，要提供啲咩資料咧？睇到最後咧會有慳500磅嘅着數可以俾翻你嘅。首先咧要知道點樣安裝呢個 EV Charger 嘅行走路線啦，要計下材料同埋人工。第一樣嘢就係要提供翻一個戶外有走馬標 cut out 嘅位置相，大頭相。第二樣嘢咧就係你屋裏邊嘅配電箱啦，加埋個大頭相，打開之後咧究竟係點嘅樣，符唔符合翻咧而家 EV Charger 嗰種嘅要求啦。咁第三樣嘢咧就係你裝 EV Charger 嗰個位置啊，同埋泊車位置嘅相。最後就係1、2、3個位置加埋嘅影片，要行一次俾我睇。我咧就係要靠呢個影片啦嚟計材料、人工同埋複雜嘅程度咧，有啲咩要備啦、要收口啦等等咧，咁都係要計算嘅。咁計完之後咧，就係會有一個報價俾翻你啦。咁當然啦 ，confirm 咗報價之後咧，都唔係咁快可以即刻裝得㗎喎。最重要咧係要有埋一個詳細嘅地址啦，因為牽涉到咧另外一個主要嘅問題啦。咁咧就係20年樓齡打後嘅樓咧，就會有一個 loop supply 嘅問題。意思咧係你可能同隔離2、3、4間屋咧係共同用一條電纜，亦都係 share 咗一個最高嘅用量。咁如果過咗嘅話咧，就有機會會燒 fuse 啦、電壓桿啦，仲有一個燒電纜嘅問題啦，最嚴重啦。最差咧就係你同你嘅鄰居咧係一齊停電幾日，等電網公司嚟整翻好復修啦。所以咧就首先要向電網公司 DNO 要查翻幾十年前嗰啲嘅記錄，去 confirm 一下你間屋究竟係唔係 loop supply 咧？會影響到幾多嘢啦？同埋你究竟你嘅隔離鄰居有冇裝 EV Charger 啊、太陽能板啊等等等等 heat pump 啊咁樣啦。confirm 咗之後咧，咁如果要整咧，多數都係免費嘅。但係最麻煩咧，有機會會掘路，會影響到你嘅隔離屋。最簡單當然啦，就係就咁升級嗰個 fuse 80A、100A， 咁你就解決咗個問題啦。好簡單。最麻煩就係掘路，掘咗個 driveway， 拉條新嘅獨立 cable 去你同埋你鄰居嘅屋企。所以咧就要申請批咗咧，先至可以申請呢個 EV Charger 嘅。順路一提啦，而家有好多街道啦，係會直接掘開條路鋪線嘅，尤其係你屋企附近有公屋，嗰啲會行先嘅，因為政府嘢係最少成本同埋阻力噶嘛。亦都推行緊呢個綠色能源計劃好耐噶啦。所以而家唔整咧，遲啲都會逼你去 upgrade 嘅。好啦，當然啦。申請完又 confirm 裝得，第三樣嘢咧就係去揀 EV Charger 啦，同埋呢個電力裝置。長話短說，第一樣嘢就要有 Pan Protection 嘅功能，係咩咧？就係避免回頭青啦，避免呢個中性線斷咗嘅時候咧，會令到你嗰個車殼啦或者金屬帶電去電親人。當佢 detect 到有呢個問題，就會自動斷電。順帶一提咧，就係 Tesla 嗰個車叉咧係冇呢個功能嘅，所以咧就要另外加一嚿嘢嚟解決呢個問題。建議就係唔好裝啦，但係要裝都有辦法。
咁咧第二樣嘢咧就係 load balancing，意思就係將你成間屋嘅負載平衡咗，去到某一個高度咧就控制你呢個 EV charger 唔好再加電流落去啦，咁咧避免你屋企會爆 fuse overload 呢個問題啦。咁第三樣嘢就係 SPD Surge Protection Device， 就係用秒速嚟防止一啲突發高嘅電壓，譬如雷擊啦，或者你係嗰個電閘閂咗嘅時候，突然間嗰個電壓會波幅得好勁噶，咁而呢個波幅會令到你嗰個電池咧係會有問題產生啦，所以係用秒速嚟 shut down 咗你嗰個電流嘅，咁就去保護咗你嘅電池啦，或者係成屋嘅系統咁樣啦。咁第四樣嘢就係電商基本要求咧，係要有一個直流電嘅漏電保護器嘅。咁第五樣嘢就係好多人用緊嘅 Octopus 嘅電力供應商啦，咁咧佢有一啲指定嘅 charger 先至會有一啲特別嘅優惠，譬如用 Ohmie 啦、Hypervolt 啦、Zappar 啦，呢啲都係建議裝嘅。而 charger 咧同車接駁到呢個 Octopus 嘅 Apps 咧，就會幫你控制幾時用幾耐時間去叉車啦，自動喺一個最平嘅時段去充電，同埋最重要係你會有一個額外嘅平電時間。意思係呢個平電時間嘅時候，你叉緊車、煮緊飯、沖緊涼、用緊啲高能源消耗嘅電器嘅時候咧，就會幫你用到啲平價嘅電啦。咁你亦都會慳到少少啦。咁睇到呢度仲睇緊嘅你咧，送多個彩蛋俾你，就係安裝車叉咧，政府會有補貼嘅，補貼成張單嘅75%，或者最高500磅。如果你符合呢啲條件其中之一咧，你就可以去申請噶啦。第一，你係業主；第二，你係租客；第三，你係自僱有 limited 公司嘅話咧，你歡迎嚟揾我，咁我可以幫你申請到，可以幫你去安裝噶啦。或者咧有啲資料咧埋伏咗喺資料欄裏邊嘅連結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啦。如果今條片幫到你嘅話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，我會繼續分享更加多嘅電工啦，同埋家居電力知識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